林偉江議員，多謝主席。行車道路嘅清潔安全同埋維修工作呢，我係十分之關心究竟工友喺個安全上面嘅設備根本足唔足夠嘅。尤其是呢，去到惡劣天氣過後啊，咁我哋有啲工友呢，要喺行車道路清理沙石啦、落葉塌樹等等啦，往往呢都要喺交通漸趨頻繁同埋視線極差嘅情況底下工作。咁啊，請問唔知有冇相關部門有冇加強監管外判承辦商喺惡劣天氣過後，工友去清潔路面同埋疏通渠道嗰陣，有冇做好風險評估同埋工友嘅足夠安全設備呢？例如有冇安排足夠嘅箭嘴車、足夠嘅閃爍警示燈，或者係封閉相關道路，等我哋工友可以安全清潔呢？多謝主席。局長。謝林議員提到呢一方面對於人員嘅安全嘅關注，其實我哋除咗係關心道路安全之外呢，人員嘅安全呢，呢個都係至關重要。咁所以呢，每當如果係一啲惡劣嘅天氣啦，譬如我哋係講緊黃色或者係紅色暴雨嘅期間，咁事實上都有好多緊急嘅情況我哋需要處理嘅。咁所以呢，喺呢一方面，除咗係一般嘅一啲清潔隊或者係垃圾檢拾隊呢，其實我哋會有一啲係緊急事故嘅特遣嘅隊伍啦，佢哋都係有經過訓練，同埋有一啲專門嘅一啲嘅機械咧，去幫助佢哋去趕赴個現場去處理嘅。咁而咧路政署咧，亦都咧係喺呢一方面咧，好重視地咧，希望喺嗰啲人員派出去做嘢嘅時候咧，尤其是剛才林議員提到嘅一啲箭嘴車啊，或者係一啲嘅工程車啊，甚至可能係一啲好惡劣嘅情況底下，我哋要通知警方或者係消防處去做出一啲嘅安全嘅措施去做準備咧。呢一方面咧，我哋都係希望能夠往後係可以更加做得更加嚴格，同埋係更加完備嘅。咁最近有一啲嘅事故喺一啲嘅高幹道路裏邊發生嘅呢，其實我哋都睇見都唔係好開心，亦都喺呢一方面呢，透過同議員啊、同工會啊有做溝通，希望喺呢一方面呢能夠加強嗰個配置。多謝主席。